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7月初六。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撒母耳下卷第5章11到16节，雅各书第5章第7节到12节。今仔日的主题是听候。听候是一种真重要的功课，也是讲要听候什么人？咱对于台湾最近的疫情的扩散，咱看到一寡所在，咱咧讲个热区啦吼，就是讲较侪人确诊的所在，伊需要大量的即个检验。时常咱看到新闻的报道，迄个画面有两种的情形来比对。一种是讲一寡城市安排真好，伊的即个检查的能力甲即个量也拢真济，所以看袂到迄种排队的话客的即种的情形。但有的城市虽然用甲真阵势真大安尼吼，但是伊所提供的即个量真正有限。互真侪人虽然去登记，也无法度全部接受到检查，所以造成安尼吼排队排甲真长是毋是迄个次数大乱，有人伫遐抗议啦，造成另外一种的群众的组织的危险啦吼。相反，就是讲台湾伫开始注射即个大量的疫苗了后，嘛发现甲顶悬咧讲迄个全面检查的情形真类似吼。有人创了真好势，有的人就创了乱七八糟安尼吼。即个全创了乱七八糟，遮的城市你注意甲看，伫逐个拢听候想要抢讲即个疫苗，才会当较紧注伫家己的身躯顶吼，甚至安尼有迄种违法的注射投注的吼，即个情形安尼吼。对于即两个方面来看，帮助咱了解听候的情形，就是讲因为无，因为等袂到，嘛因为有即个需要吼，有即急时的需要所以呢会造成需要伫遐听候甚至咱讲来排队吼要来摕到即个名额啦，还是讲摕到即个次数吼即个位安尼吼。排队这样代志，会通讲是伫文明发达了后，将遮有需求的人，照先后的次数来做排队，还是排号来听候。当咱若有机会去到伫即个加州的 DMV 吼这就是讲台湾，亲像台湾的监理站共款啦吼。咱若有机会去遐办代志的时阵吼，咱就会当足深刻来体会什么叫做排队啦，什么叫做听候吼。伫台湾听候所订的遮的疫苗，拢等真久，也遭受中共真恶意的阻止。疫苗的生产不足等等的原因，互咱的疫苗摕袂到手，所以后来才有伫即个日本、甲美国等国的援助之下，来得到捐赠数百万剂这疫苗吼。因为其实吼，伫去年啦吼，疫情控制了真好势的时阵呢，大多数的人认为讲吼才去看卖去等看卖咧啦吼。反正台湾都无代志咧吼，无做嘛无要紧啦吼。但是无想到讲今年初所发生的即个疫情的破口了后，互台湾的疫情因为安尼来爆发。渐渐也引起即个注射接受疫苗注射的即种即个热潮啦吼，逐个人拢足侪人想要去
来注射者安尼吼。一个是咱讲的观望啦，等看卖啊咧吼。啊，一个是抢的迄个等无排无迄种的等，即两个是足无共款的情形的吼。但是咱来对几个角度来看，讲要接受无？要咱讲观望看卖啊吼，还是讲要听候？其实这拢是功课，拢爱学啦。意思是讲，什么时阵你要接受啦？伤早嘛毋对，啊伤晚嘛毋对啦吼。伫信仰的顶悬，搁较是安尼啦吼。咱该等的毋等吼，就会得罪上帝呢。就亲像迄个扫罗王共款吼，伊安尼还未到伊的时间，伊就家己抢咧去做，所以这是一个程度啦吼。啊，另外一个呢，是已经轮到你啊吼，啊你搁伫遐讲哈，啊则搁等看卖啊，像咱咧讲的头起先，台湾要注疫苗的时阵，有诶迄个医护人员讲，啊搁等看卖啊，则搁看卖啊咧，安尼就失去迄个机会啦吼。啊，听候其实是需要有智慧、有信心，也爱有耐心的啦吼。咱来看大鼻王。今仔日记载大鼻王有真侪所在人进贡吼，今仔日记载讲摕即个木料来互伊去圣殿，去即个殿啦吼，王宫。大鼻王对接受上帝来甲伊膏抹，透过即个撒母耳甲膏抹了后，伊经历其实真久的时间，嘛经历着足侪的代志。包括扫罗王的追杀，包括伊有机会来逮捕扫罗王，却伊讲这是上帝所膏立的，所以吼上帝家己去处理安尼吼。伊选择遵守上帝的旨意，甲听候上帝的时间来到，互上帝家己去处理伊所膏抹的人。即种的心智，互大笔的王朝大来得到祝福。恁看人民来听叹伊的命令旨意，也因为安尼，互伊的国权愈来愈兴旺。听候的确是一个无简单的功课啦吼，是基督徒必须爱学习的吼，这个功课吼。咱用约伯来做例啦吼。咱听讲第41章甲42章，是一个叫做咱咧讲咱讲啥？序论吼，箴言啦吼。42章叫做结论啦。第2章甲41章这中间吼，咧讲啥？咧讲着约伯安怎去思辨，安怎去想伊的遮个艰苦的代志，然后伫遐等上帝时间到，伊若领受着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才伫上落尾佮讲着讲我真正是听过有你，但是亲目睭看你啦吼。听候上帝，听候要见上帝的面，真正需要耐心，需要信心啦吼。雅各书是非常强调信心的一本册。雅各安尼讲，所以兄弟姊妹，恁着爱忍耐听候主过来看，才会做田的人耐心听候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望迄个春雨秋雨恁嘛爱忍耐，恁着爱抱着坚定的望。因为主要过来，日子直要来啊！亲像咱头前所讲着的，有听候、有忍耐，就表示讲有迄个需求啦吼。亲像迄个种田的人吼，伊咧等这个农作物来收成，就是因为因会当食嘛，不但会当食，佫会当出售来做生意趁钱吼。初来教会基督徒也因为拄着逼迫。所以因足期待耶稣基督的末日赶紧到。对于安尼主过来应允，因就有足悬的望。因望会当早一日来到吼，这个末日基督过来的日子啦吼。
但是呢，咱毋通袂记，迄是上帝的时间啊，所以咱看到雅各内看免基督徒，伊讲安怎？伊讲你着爱耐心听候，听候主过来的日子。迄个日子是啥物人？是只有爸知。圣经甲咱讲，耶稣讲的，连囝都毋知影。所以爱耐心听候啦吼，这就是咱爱学习听候上帝时间来到。伫基督再临的进前，基督徒应该安怎做？当然毋是坐伫遐戆戆咧等啦吼，是爱有积极的作为吼。雅各伊个接续安尼讲，亲爱兄弟姊妹啊，毋通互相埋怨，免伫上帝审判恁。审判的主伫要来啊，就伫门口。兄弟姊妹啊，着爱记得奉主的名讲话先知，爱学习因受苦甲忍耐的模样，因为因忍耐到底，阮认为伊是有福气的。恁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主后来怎样看伊，因为主充满着怜悯甲慈爱。我的兄弟姊妹啊，上重要的是毋通咒詛，也毋通指天指地，也毋通指任何的物件来咒詛。是着讲是，毋是着讲毋是，安尼恁无抵到受着上帝的审判。什么时阵会重新个开放？伫对疫情的中间开放，着爱看疫情控制了安怎。咱讲的滚动式调整吼，什么时阵会当自由出入？意思讲出国，还是讲有人入来吼？着爱看全世界疫苗的注射的程度、比率啦吼。什么时阵看见上帝的恩典？要看这着爱看上帝的时间。啊，咱呢？咱只有会通学习静静的听候。听候上帝旨意来成就伊所安排的时阵来到。